被譽為黃金綠葉嘅資深演員許紹雄病逝，享年76歲。許紹雄嘅家人透過黎智生公佈，佢係因為腎癌引發器官多重機能衰竭，凌晨2點30分安詳離世。離世時獲家人同朋友陪伴。1971年，許紹雄入讀無線電視第一期藝員訓練班，佢喺娛樂圈打滾超過半世紀，拍過多套膾炙人口嘅影視作品。早年雖少有擔正男主角，但每次出場擔任配角嘅佢都非常搶鏡。睇嚟陳先生對我哋警隊嘅運作好熟悉喎。我曾經都當過差，假假地大家都叫做過同事。你做咗總督察6年。喺 CIB 做咗3年，應該唔會錯得喺邊啦，係咪啊，卓 Sir？ 2013年，憑劇集《My 聖 Lady》飾演香勝男，獲得最佳男配角，為佢帶嚟第一個電視劇集上嘅角色獎項。2014年喺《使徒行者》中，憑住《尋歡喜歡喜歌》一角，更獲得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。而收到死訊後，好多圈中好友都難以接受。我記得我訓練班出嚟，有一套戲，我第一套戲啦，叫做有幾集戲嘅角色，就係阿 Benz 哥做我爹哋。戲入邊係古裝嚟嘅，咁嗰陣時佢都不停咁鬧我嘅，但係佢有一句説話係我到而家都一路擺喺個心度嘅，就係話你寧願我而家鬧你，定係去出街嘅時候俾觀眾鬧你咧咁樣。所以呢一句説話我而家都記住。世上咧冇永遠盛開嘅花。亦都冇不老嘅青春，我哋都係來世間一次旅行。旅行最有意義嘅就係沿途睇睇個風景，而唔係最終嘅目的地。